为了追寻一个位于山间的园艺咖啡馆，车子急急行行地穿梭在羊肠小径的山路之间，随着窗外飞快流逝的山林树影，转眼间，就在布满野花的山间小道上的一隅，赫然出现一家洋溢着浓郁的园艺气息的咖啡馆。之所以要拜访这家园艺咖啡馆，听说它的背后有一个离乡背景的感人故事。故事中的女主角离开这南庄蓬莱村的老家都将近20年了，如今这个离乡的游子回来了，望着这里一切她曾经熟悉的地方，却发现昔日儿时的情景不在，留下来的只是这归乡游子寂寥的心情，以及家乡老人孤独的身影。这情景不禁令人想起一首唐诗：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蓬莱村是他这离乡游子魂牵梦系的家乡。为了重整这落寞的家园，他以哈嘎引坚毅的刻苦精神，以他所学的园艺专长，一个人用双手重新装点这里生命的活力与缤纷的色彩。从小对了特别慎重，然后对了特别睇，到各种的时间是春来哈。春来这段时间呢，创头就会上到，也特别给所有童年的事情哈。加上有讲不卡老人家也年纪也大咧，我就想讲，也善读的为所哈，后生人全部就常常，村落老人家都了大，我因为我好种法，我就一种嘅想法，想讲喺咩将来咧乡下为所来改变呢客家村嘅基础嘅环境哈。将我所学的来改变那个环境，所以目前我哋在提起哈，应该是要改变一台哈，所有的花花草草哈是都爱转来快时来带动。本身对园艺有浓厚兴趣的翁美珍小姐，果然在她匠心独运的巧思之下，使这里变成花木扶疏，景观犹如桃花源一般的境地。走进里面，清新浓郁的花香更弥漫于你我的鼻息之间，令人如沐春风。也由于他承袭哈嘎引互家互乡的亲师，秉持着客家文化与园艺艺术结合的理念，为客家乡亲提供这么一个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场所。这原本只是想改造家园的一份用心，没想到却引来一大群游山玩水的游客驻足，以及一些喜好园艺朋友的观摩与交流。渐渐的，这里的声名远播，成了当地客家庄中最负盛名的游览景点。于是，为了挽留流连在此的游客们，他有了另一个构想。开咖啡馆哈，并唔係我原來嘅目的啦哈，因為我後種化嘛，我嘅環境啊，我附近嘅環境是種個當到化，當到我外客來到嘅時節就感覺當要嫌棄，除非想落來看。落來看嘅時節要一隻眼影，要一隻理由本佢到落來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也當校點咖啡，所以我想講，係咪可以嚟賣咖啡？本有啲外客可以有隻機會坐下來飲咖啡，也借呢一隻機會嚟互相嚟討論講樣發現嘅種法，也係我認為講，我本身嚟嘅一隻前好嘅前提嘅一隻目的。花就是因為花。不但为这里增添了新的气息，也圆了翁美珍小姐重整家园的美梦，更因此为她的家乡带来了声名与无数的游客。当然，这里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她一手打造的园艺天地里，无处不见哈嘎引坚韧的毅力与精神。尤其来这里过往的游客们，可以抛开尘嚣的束缚，可以到这里享受着这个优美的环境之外，更可以让其他的族群融入这里，欣赏到客家文化的简朴之美。故事说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归乡游子为自己家园的生命再造的故事，但这故事的女主角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哈嘎字梯，凭着双手，秉持着家臣的传统精神与毅力，成功的走出一片天的故事。